还有我们是6位同学一起做，我们总共2片有6位同学。那我这边有3位同学是跟我一起做的啊，另外2位同学是叫做周昭如跟叶心怡同学。那没有他们一起合作，我无法一个人完成这样。对啊，那像我这一部纪录片就是有周真颖还有许秀丽2位同学。那因为长时间以来的互相合作，那在拍片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跟纪星他们的题材也有一些共用，故所也会讨论，要看对方的片呢，可能嘛，该做在改善的地方。我有时候会那个就是说他们片子怎样如何啦，然后就是大家会互相就是说你的差啦，电来电去啊。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的比较好这样。还好。可是他们一定不承认的。臭屁。其实在这里我倒很鼓励像你们用一个做纪录片，用一个 team 合作的方式因为毕竟纪录片本身它是拍完以后总是有机会要给大家来看，大家来讨论嘛。那看的观众很多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视角那你们用 team 合作呢，就有经过充分的讨论，不会说一撒眼管人都在监督去给他都闭门造车那时候有时候观点会有问题，所以用 team 合作其实是让你们打好一个在走纪录片第一步很好的基础。我希望这个精神就是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继续保持下去这样子。嘿啊，纪星那你当初怎么会有关注到卢竹南跟问题呢？卢竹南这个地区的问题？因为这是我在我大2的时候，我去社区大学苗栗县社区大学上一些课程，然后一些影像的课程，结果在上那个影像课程的很多同学学员，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一些地方工作者，然后他们都对自己有一种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抱负，然后我就在那边认识他们，然后尤其有一个叫陈世珍大哥的，然后我在那边遇到了他，就是卢竹南那边，然后我有去那边看，然后就发现他们这个团队就是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非常非常热爱的感觉，然后加上他们那个我去研究去看过他们后，就是整个卢竹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片中有提到，就是它是一个头份镇是客家大庄，那可是它是里面都是闽南人，可它周遭都是客家人，所以就觉得说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点。然后它又是在工业区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在走过去都是那边都是大烟囱，一大堆工厂，都没有人会知道那条小路里面有一个村庄。对。然后我在镇上进去后，就发现说里面有100多座的很老的三合院，就在那边都没有人在住，所以这个特殊，然后又去看到那一群人，他们为了要争取他们的三合院的恢复，这样，然后很卖力的做，他们也是没有金钱然后都很愿意的付出，然后所以我就对这个卢竹南都感到了非常非常的兴趣，然后就这样开始陷入了这个地方，这样。谈到纪星安讲呢，我都想上来看看去拍的东西。然后就先来看一下纪星拍的样片《被遗忘的一角》。伫这个东阳桥这围起来水拢污染嘛。废气若卖造出来，应该无问题，无法度啊。最好是把这个工厂能够迁掉，但是这么大的工厂不是说我们这种小团队可以说，你迁你就迁了，我们或者是去抗议，或者是绑布条了，那都没有用啊。喺卢竹南大部分人嘅生活中，工廠、烟囱，就慢慢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卢竹南整个里都把它划进去，重化学工业区那对卢竹里的人这方面是不公平的。刚开始征收1平地是150块开始征收，那时候征收大概有220几甲子，征收后来有人觉得这个地太便宜了，就开始反弹。要来撸的时，我爱孙仔去甲伊动。反对人都要推土机搞的。你撸土机撸了，怎啊倒的撸土机要撸？刚刚看那片段本来你非常震撼那感动了因为用完呀，几只社会都遇到挺多相关的问题，就讲工业跟发展然后地方反驳的问题从到无法度你讲
共同的哈，该种该并存了哈。所以说呢哈，你在让片，比如就是看到一群人哈，当无奈哎呀哈，对啦，工业化嘅社會哈，面對啊哈，唔知怎樣俾人嚟出聲啊，甚至就講有啲想默默的哈，嚟出力哈，啊像佢啊自信哈，佢可能有種想法，用人嘅讓佢哈，然後佢的講法，這樣嘅想法嘛。就是用攝影機跟他們替他們講一下話那種感覺。我是蠻想替他們講話，因為我在拍攝這個的時候，那時候我剛好上到課程，就是說攝影機要做一種協調的工具啊，然後告知大家一些事情啊，然後一些記錄他們的東西。然後其實我在記錄的時候，我也想去做一些替他們發出聲音啊。可是在這發出的聲音的過程中，就會還是會跟，其實我的片子裡面還有一些更多的意涵，我很想放進去，但是在這其中之間，因為跟我的受訪者有一起的不斷的對話，所以在對話過程中，我漸漸跟他們會有一點很多的互動，然後我漸漸會就是參與觀察後，我會發現我會有一些觀點在跟他們互動，然後我也漸漸去融入他們，所以希望下次能夠時候我能夠。別的想法就是我能夠做一個更有強力的指出來一些問題，因為我這片子可能沒有更多的琢磨點，這樣其實我可以發展更多的琢磨點，然後對他們對一些事情提出更強烈的主觀看法，但是我這次比較沒有。那下次的話，我是覺得如果能夠做的話，應該是要更有強烈的，就是攝影機要進去以後就是一種介入嘛，那我就是要好好的去給他。更多的那種強有力的控訴，這樣。係啊，剛剛都樣片底度沒有看到，即興你在裡面有訪問很多的人，沒有講到盧祖藍跟問題嘛？那你在當中有發生什麼比較有趣的事情嗎？我剛進去盧祖藍採訪的時候啊，因為那邊聽眾就講到很多老人家，然後都是70、80歲、80、90歲都有啊。然後我進去的時候，我就拿一個攝影機，因為那時候我覺得老人家應該蠻好拍的啦，蠻好訪問的。沒想到我都被趕了，因為他們都覺得我是詐騙集團啦。我進去的時候，因為我要講話，我的客語又講不好，啊台語也很不好，然後他們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就覺得我在騙。因為我每次過去都要跟他們說你叫什麼名字啊，然後這些東西都，他們就把我當作是詐騙集團，就是然後也是花很多時間。這是很有趣的地方啦，然後都會被趕出去啊，然後後面就是會經過我很長久的一直努力啊，才會有讓他們就是片中那些訪問這樣出來啦。那這是我最高興的地方啦。那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除了這些介入比較困難以外的話，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工廠對工廠的，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紀錄片，人家在課程中都要客觀嘛，那我覺得我這篇就可能沒有提到。比較少提到那個工廠的部分，因為其實我們有做努力，就是我有透過公管處去跟工廠聯絡，然後也有自己去跟工廠聯絡過，但是我第一關就過不了，就是工廠前面那個守門人，就是那個警衛，我們都叫他警衛大哥吧，反正我只要拍了他，我只要把我架在他們的門口，他就來趕人了。然後就很凶說不能拍，然後我就偏要拍這樣。可是我因為這一關我過不了，所以會造成說我根本沒辦法跟工廠內部人溝通。那我當然有打電話給他們就說不接受採訪，就是他們就看到攝影機，他們就直接會拒絕，這是非常困難的地方啦。係啊，龐先生，佢講嘅問題啊，當到拍紀錄片嘅人沒有督導呢，你是都運用嘅處理喏哈。這個我是覺得哈，安全第一了哈，就不要硬去拍哈。那他不願意講話，表示他心虛。好，我給你發言權，你放棄嘛哈。以前哦，苗栗縣喺圖書聽聽咩？嘿啊，你怎麼會想要就是關注到苗栗這個後龍溪嘛？後龍溪嘅問題呢？因為我知道我去苗栗讀書讀4年，那我覺得就是應該要找一個題材跟苗栗做一個結合。那我希望就是可以為他們做一些事情。我以前出發點哈，係啊，出發點因為感通哈，我天然南埔喺做到苗栗來讀書，叫做關心到
提防的问题哈。其实我认为了哈，係非常正確嘅一個學習嘅態度，是吧？因為老師討好咗好，討了個環境，嚇，我利用到了個環境嘅資源，嚇，我們關心了個社區，啊，你係學生嘅啊，真的哈，缺少這種啊基本的一些概念跟理念。好，然後就先來看一下易傑家條可以作品好誒，在後龍溪的歲月，先看一下。非常高興，我們生態保育協會的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熱心，為了保護我們最自然的河川生態，捐贈了150條的蓋斑鬥魚給我們苗栗市。有沒有想要認養那一塊地方？好啊，認養的時候，我們可以當可以。我們對河川的做一個保育的，還有環境保護的一個工作。我覺得我很抬頭挺胸啊。我從一個對河川生態根本就不了解，到慢慢的認識它，甚至於去了解它，到現在我有一點點能力之後，可以出去跟人家宣導這個河川生態保育的重要。萬好嘅河水，萬好嘅沙，萬好嘅部隊，萬好嘅塑膠花。也係一條是嘅路吧。首先看cái段段的哈样片哈，幫係青苔感觸啊。最主要哈係涂敏恒老師嘅書啊，四河巴一條歌曲哈。因為我做4年嘅時間哈，cái河巴哈係非常非常嘅清澈的。從到這些哈，你講嘅種嘅裡頭呢哈，我涂老師寫該列書四河巴嘅時間啦，cái河巴就變到清垃圾。哈，然後涂老師構成按多年咧，空中河巴啊。含喺時代冇一啲冇翻上嘅地位。係啊，都易傑這個樣片地都沒有看到吼。誒，易傑，你用底吼吼老條條按落來過嘅吼，拿出來用咯。係啊，按優上。也係協會經營家演嘅，因為記得之前有搶演拍一個唱一個 MV 用，也是記錄他們自己從一開始到近年來的。那後來我們因為知道他們有這個影片，我們就跟他借來看，就是看說他們以前有什麼資料我們可以借。那我們那時候就有聽到這首歌，那我們覺得說，其實以前跟現在可能是乾淨了一點點，但是還是會有人就是偷偷的在排放廢水，還是用那些流刺網在抓魚，還是一些。反正就是傷害河川的事情，對啊，所以我希望就是再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讓大家看說以前跟現在，就是協會他們持續在做一些事情，就是希望可以留給我們後代一個乾淨的環境，對啊，那我希望可以幫他們做一個等於是說一個發聲的工作，因為他們真的很低調。就是他們都是他們都是自己籌錢，然後也沒有說要拜託什麼什麼什麼，他們都是自主的，那就是家園，就是為了要保護自己的家園這樣子，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係好，易傑你拍嘅樣片，過後啊，有希望有期待，你嘅樣片對苗栗啊，對亞雜沙區啊，有乜個影響冇？我希望我拍嘅片呢，做得到。苗栗經營，就是他們如果有機會可以看到這部片子的話，我希望可以有越來越多人去加入保護他們後龍溪這一個協會的一個工作，因為我覺得地球真的只有一個，那環保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們真的沒有做環保，我們之後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可能要用50年、100甚至100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去做一個恢復的工作。係啊，彭先生吼，保護環境吼，唔係13年嘅責任吼，係啊。我知道哈。
两位候选人哈，其实佢嘅想法非常嘅好，对吧？佢的利用哈，呀，让佢哋媒体看哈，去記錄到嘅，因為哈，你看到嘅盧仲南嘅哈，嗰啲老人家哈，佢們包括社區文史工作者很急哈，就是說對社區所受到的傷害等等啊，他們也想講話。但是不知道怎麼講，包括那個後龍溪，你看哈，被污染了那麼久哈，他們一直在做，一直默默的在做。事實上，在這個時代呢哈，默默的在做哈，比不上就是說我抬頭在做，好，我發聲的在做，因為媒體時代嘛哈。那兩位就建立一個蠻好的一個模式，就是說哈，然後呢，要讓佢哈帶到沙起去哈，用牙嘅專業。啊，亮啥就是有人要讓他轉業哈，製作哈猜題問題嘅紀錄片嘅哈，然後呢輕鬆咁然後得到天獅頭嚟參加比賽，要參獎金，最主要個有機會，你看你就得到咧哈，你要讓他讓片出有機會在天獅播出，係咪盧仲南嘅問題，還有兩下嘅問題啊，唔夠樣哈，就揸過一擺哈，就本人揸過嚟從事。所以我講呢一種模式哈，其實啊，先得嘅哈，唔係專業嘅，所以講拍電視節目嘅專業嘅人啊，所以講沙期文史工作者哈，嚟學習啦，啊嚟從哎呀，我裝隻 team，千件單咩，哪能看咩啦，或者乜嘅問題，就討論之後呢，出嚟拍，嚟拍片咧，講乜嘅哈，規劃好嚟哈，就開始拍好，好，哪一位都去送唔怕，甚至2秒。好，在網絡播出嘛，啊，呢一陣演出咧，所以講非常哈，你看進步嘅隻啊，嗰種係做紀錄片嘅態度啦，啊，我咩希望講啊，唔到兩時啊，做嚟繼續下去啊。係啊，1394大戲路正案發通，就係鼓勵大家做啲拿起 DV， 記錄自家嘅故事、自家嘅環境哦。今晡日東感謝呀，兩沙導演來到現場嗬，留大家分享很多，感謝。好，假使大家想去看呀兩部精彩嘅內容，聽彩記得下個禮拜六晏晡7點半，聽彩記得看1394大戲路哦。你是誰？什麼？